行政院长杜英泰日前接受到专访，讲到台湾的能源，方认为2030年可能会重新来启用到核能，结果是引发到在野党的质疑，是不是要踢倒到民进党的新主牌啊？行政院是搬出到访谈的内容来背回讲，杜院长并无讲到重新来启用核电这件代志。 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专访，行政院长杜英泰讲到最近外界高度关注的用电问题，讲到核能将来伫台湾敢会搁再启动。杜英泰表示有讨论的空间。报道讲，为了解决 AI 和半导体产业的电力需求，台湾上近2030年有可能会重新启动核电。中泰终于戳破了民进党长期不缺电的天大谎言，必须要为过去长期错误的能源政策向台湾人民道歉，应该立即向台湾人民说明重启核电的步骤与程序。 这会不会太久了？台湾能够忍受6年的缺电危机吗？报道中讲到，虽然这时间真歹重新启动核电，也毋过透过正式火力和力量的发电设施，会当确保至少920万千瓦发电量。也毋过嘛，互在野党质疑，敢讲又搁要牺牲台中人的健康。你如果过度的依赖火力发电，减碳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。虽然政府的能源政策。 告诉我们说，不会缺电，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不会缺电，不是用人民的健康来换。是讲行政院也专工发声明解释，强调将来无讲到2030年将会重新启动核电。院长讲，2030年对新能源的开发是一个关键时机。新能源若是无安全问题、无核废料必须处理的问题，应该是开放讨论的。 政府将会继续伫能源转型、供电稳定、加减少空气污染的目标和社会对话。也毋过，毋但外界咧讨论，党内嘛有声音。立委王世坚担任中常委了后，第一场会议当面对赖清德提出8问题，对核电到做公司乱象，甲赖清德直球对决。所谓的新的核能技术上面，如果它真的能够大幅的降低核安，大家是可以保持一个开放观察跟开放讨论的态度哦。强调政府非核的主张无变，也毋过能源爱更加多元，才会卡咩欠电的质疑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